share screen two。好，咱对第三页开始读起吼。若是人客来有诶好礼刷去买鸦片来请伊，也有人破病用鸦片做药，若扫流鼻水、腹肚痛、下骨、气病、吐血、做痢，逐款病若用鸦片真快好，总是袂长筋。安尼，所以食鸦片真多。做官人、好业人、新事拢有食较多。酒醉的人真少，社会中分别上中下流。上流是士、农、工、商；中流是产医、民博、上；下流娼妓、搬戏、红衣、收卡人、剃头、饭锅车、路财。下流的人，互人看轻，唔甲伊同道。好，咱对这后一段开始吼，来大家研究吼。搁续来读后一段。佛教的初代宜兰的释反辩补人数真多，有分36社，各社有头人称作土木。土木是经较厚3拍个，因的管真大，反正拢着顺塌。土木大生生，歹势，土木大生信道理无偌久，36社反正拢是教会真顺塌。这是我家己读吼，所以我是无看到有啥物需要进一步去读的、去研究的吼。我阁甲念一遍吼。佛教的初代，伊讲的这是1923个，进前算50年了吼，所以是当时1873嘛吼。这是日本人来进前吼，日本人来1896吼，所以日本来进前20年，就基督教就先来台湾释教吼。因这是北部教会史啦吼，所以就讲的是北部，当然是指马偕牧师伫淡水这家释教这个开始吼。伊讲释教的初代宜兰的释反，就是辩补人数真多，有分36社，所以即马宜兰吼，我相信原来是阁有足侪辩补的这个后代啦吼。当然这是我家己胡白讲的，我无任何证据吼，我嘛无任何的这个根据啦吼。各社有头人称作土木，土木就是土地迄个土，木就是木地迄个木，土木吼。各社有头人称作土木，是经较厚3拍个，土木就是较厚小尖的吼，叫做3拍。因的管真大，等于土木就是等于是迄个社的迄个头人嘛，就是换头的吼。反正拢着顺塌吼，上厚小拍嘛，所以迄个其他的反正，我来查一下这个反正吼。我来点开大理大书店，反正 HOAN 第一声 TING 顶是 TENG 歹势，第一声反正。大理大书店的解说只是生反的重点吼，叫做反正。反正
哦，生番的重点。西邦诺瓦卡莫诺就是少年的啦。伊讲番顶拢着顺叹哦，土木大成信道理无偌久，36社番顶拢是教会真顺叹哦。好，咱继续读落。当时变补真好业，逐人有土地，官府有配口粮，互因收，就是汉人的产园，就纳官的税金，佮着纳变补的口粮。这印象中这电话拢读过吼，歹势安尼就是甲读过我搁定来，对这段搁定来吼。当时变补真好业，逐人有土地，佮官府有配口粮，互因收，就是汉人的产园，就纳官的税金吼，佮着纳变补的口粮，就是番薯吼。到当变补真善的因端有3项，一项互汉人用技巧的法度吞食因吼；第2项食酒了，第3项变端就袂进步。OK， 这3项吼。汉人干巧嘛，去吞食去。第2，食酒，变补可能食酒多吼，食了食酒了。第3就是变端嘛，无进步。好，后一段继续，论因的性质，真有亲。因的迷信真深，地教离言真盛，有的到老捌离言上多50摆，有人互人离上多也有50摆，总是假揣免钱，对道理到因的所在。这号风俗就那会无 ，OK， 当然我毋知这理路安怎来吼，讲因是真讲这个变补人，变补族因的性质是真有亲吼，啊迷信真深。迷信真深，地教离言真盛哦。这我无理解是什么原因吼。有诶到老捌离言上多50摆，有人互人离上多也有50摆，总是假揣免钱吼。假揣免钱，所以尽量离就对了。对道理到因的所在，这号风俗就拿会无吼，就是基督教传教，道理到因的所在，就是基督教传教因遮啦吼，传互因了后，都较无像安尼凊彩离言吼。因出外若听见歹叫声，虽然要到位啦，也搁倒转去，破病就下天，若好就要做电。破病就下天吼，下天是下愿啦吼。咱来做下天。
这个夏天可能，我先找这个夏天看解释内底吼，天。应该是用来复杂点，夏天。无，当然无。夏第七声天，夏 HE 第七声天 THINN 第一声。啊，不是这个夏天哦，这个夏天是 summer，不是这个夏天。我查这个夏哩。夏天。夏天。夏天夏地哦，夏天夏地就是对天地祈求。为什么我查无这个夏天呢？来汉字夏天。OK， 然后这个夏天夏地哦，我破边就夏天啦，夏天就是天来祈求吼。然后就要做电，做电是什么意思呢？电 TIAN 第五声。电电报，搁再用途电，大家着三甲出钱来电才会用滴。做电，咁有一个做 CHOEH， 不是 CHOE 第三声做电。无。做典礼，这里典礼咩啊？无别的意思。然后就做电，就要做电。做电汉字。意思，这边哪出？做电。若是负责人生囝，逐日就去港里洗身躯，当时因食饭还无用箸，是用手摕，因无医药，因无医道，
是伫涂骹，无面床是用总铺，无字线是到该牧师来就甲因分字线。有人有骹骨力，总是讨鱼、抾茶，真侪树叶也会做菜，也海菜逐项食，有食青，也有煮食。若是鱼甲肉，较上青食，煮的较少。到当便补较侪，真送香，人数年较少。逐所在是安尼，有所在煞过无去。好，继续读落。若将195年明代的时代比较172年，台湾有真大各样。OK， 若将195年明代，歹势吼，都要读唔对去吼。明代的时代比较172年，这个明代就是意思是，日本人还未来台湾进行叫明代吼。日本人来台湾叫明代吼，还未来台湾进行吼，这意思就是195年进前，日本人还未来进行叫做明代。领是领土啦，吼，领土台是台湾嘛？应该是台湾嘛，但是伊安尼写。我来查一个领 LENG 第二声代 TAI 第五声，无这个词，应该就是我拄则讲的迄意思吼。195年明代的时代比较172年，就是因讲伊当阵设到迄当所在。伊讲台湾有真大各样吼，已经差得多啊吼，已经这50年已经差得多。即时伫台北有电火、有电报到福州，有火车对归人到新竹，政府设西学堂，有人力车，有火船行台南，行厦门，香港有暂书馆，暂书馆什么意思？暂书馆 CHAM 第7声书 SU 第2声馆 KOAN 第2声。暂书馆，查无这个字。暂书，我是来查这暂书。哦，这个书，啊无暂书馆有暂，我咧用是迄个啦，太薄啦，拍唔着字，拍字拍无好啦。应该是有参书馆还是参书馆吼？参书。互人歹势有参书馆，互人寄批，那叫参书馆。理解。
我来用这个查看卖 ，TOAN 的声。敢有国史馆无？三书馆。还是无这个书，唔知什么意思哦。有三书馆，互人寄批，台北市做台湾的首府，有钦差舞台。OK， 3年欢迎你参加吼。你会当点顶头迄个 link， 我拼的迄个 link， 就是我即马咧读的这本书，叫1923年包括台湾基督教会历史吼。我即马已经读到第5页吼，你会当拍开掀开到第5页，咱斗阵来看吼。我来读啊，你若有兴趣要读，你嘛会使起来吼。你若举手，我就甲你扭起来吼。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扭，但是安尼甲你扭起来吼，你若有兴趣，你家斗阵读。第5页，我对第5页即两三第3章吼，等于是第5页第2段开始读起吼。若从1895吼，你若看有这至少1895这数你看有吼。若从1895年卖冷台的时代比较1870年 ，OK。为什么叫1895？ 1895是日本冷台进程，吼，讲日本也未冷台进程来比较1870年这无到50年啦吼，我说算23年吼，意思是讲这23年就已经台湾变化真多吼，台湾有真大个用吼，这20几年真大个用。其实台湾伫个大清吼，大清冷台的这200多年敢有吼，200几年，其实拢无变化，一直到最后这几十年吼，就是牡丹社事件了后，台湾才开始有变化，因为迄当阵大清才惊到吼，哇，这台湾吼，无好啊重视台湾的抓出强代志遮大条吼。所以应该才开始好啊，要甲台湾地理哦，做改变吼。我嘛无记起来哦，讲袂出来哦。问题就是做改变，你来看伊遮讲的吼，伊讲台湾有真大个样，真大个样就是无共的所在吼。即时伫台北有电火，有电报，到福州，伊讲即寡就是因为头前。敢若是第3页是第几页有讲到讲，伫个1923年进前倒算50年，迄当阵因设教迄个初代，迄当阵台湾也无电火、电报，啥物即拢无吼。啊，你看即嘛讲1895年的时阵，即时伫台北有电火、有电报到福州，哦，有电火啊！我若印象中电力是日本来才有的吼。有火车对归人到新店，政府设西学堂，有人力车，有火船行台南，火船就是就是行土炭的船啦吼。行台南，行厦门吼，这伊的迄个航线啦吼，路线就是。到台南、到厦门、到香港，有暂史馆。拄则我一直查无即个暂史馆什么意思吼？互人寄批，这是寄批的一个所在吼。暂史馆互人寄批。台北是做台湾的首府哦，即当阵台北是台湾的首府啊，已经毋是台南了吼。有钦差舞台。报警
哦，这歌名啦吼，钦西大林钦西嘛吼，舞台应该是，你若写汉字就是无用迄个母字。我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吼。因为你看袂到吼，其实我拢会现大理大书店，当然是伫网络顶吼，线顶版吼。我若看到袂晓的字，我就随去查吼。舞台这种歌名，舞台啦，我相信就是迄个吼，对，无毋对就是吼，你若去查是大理大书店舞台，就是一个汉字华语读做舞台迄两字吼，舞台顺舞啦吼。我看一下日本原文的解说，舞台，吼，舞台开始是安尼吼。OK，伊讲台北是最台湾的首府，有钦差舞台布景，布景嘛是歌名吼，布政使吼，华语那个，伫花莲港。大考含新店，政府有拍青番。这句话讲，伫花莲港大考含新店，政府有拍青番，就是迄当阵大清伫要离开进前吼，大清的落尾几年啊吼，伊意思讲，迄当阵都已经开始咧离婚哈，个离婚，讲是好听个离婚啦，就是拍青番嘛，才讲拍青番。什么所在呢？伊讲花莲港，花莲港咱知影，迄边花莲就是应该是泰雅族，或者是塔罗国族吼。大考含是是，即嘛叫大溪啦，大溪，大考含，这应该嘛是泰雅族吼。啊个新店，哇，新店迄当阵都已经有青番啦，毋是啊，我意思讲，伫青番迄当阵已经，青番迄当阵的地盘来到搁伫新店即个位啊吼，即摆应该拢退，后来退到即个乌来遐去吧。台北有造桥透三重埔。台北有造桥透三重埔吼，1872年吼，迄当阵就已经有即个桥啊吼。大只商船会驶到艋舺，得航马，港真深。迄当阵艋舺即个大船会当大只船吼。大只商船吼，会当驶到艋舺哦，所以当阵艋舺有啥物闹热哦，就是等于是上港吼。只有讲一个地名叫做艋舺德航马，这个可能在地人艋舺在地人才听过，可能知影这个所在，我毋知吼。德航马，好，我阁继续来读后一段。3年我看卖啊哈。OK。哦，所以3年是我记得较早你捌读过台语新闻吼，记是安尼。好，来继续个读落吼。读个对，讲真深 OK。台北即马要读的是第5页，对尾啊，尾了算过来第2段吼。这段头一字佫无让一个吼。台北第一好看的厝是大稻埕、港边街、西洋人的地行。
风俗食鸦片，跋筊出在人，只有金台云。来，这段我读一遍吼。台北第一好看的厝是大稻埕港边街。这个港边街我唔知即马有人个知无吼？港边街，大稻埕有一条街叫做港边街，西洋人的地行伫遮吼。这即马应该早个知着吼，就是西洋人的地行，唔知是毋是二号吼？我查看卖啊。我查一下大稻埕二号，洋行。OK，只有一个网站吼，我唔知这是什么网站，或者你就写着讲大稻埕有外商五大商行吼，德记洋行、二号洋行、美式洋行、二号洋行、新华里洋行吼。唔知其中对一间吼，讲唔知。港边街西洋人的地行吼，这是第一好看的厝。风俗是安尼，食鸦片，跋筊出在人吼，就是出在人意思就是自由啦吼，互你自由会当食鸦片，会当跋筊，袂甲你动吼，就是无法律无禁止就对啦，只有金台云。这句话我今日你才学着吼，咱来有看这个有一句话什么意思？金台云，唔知查对未吼？金台云，金 THAI 第五声云 GUN 第五声吼。但你老师在无修这个俗眼，应该算俗眼。金台云要安怎查才查有呢？例句唔知有无？金台云。歹查，因为这个台语其实是无汉字。你若要用白话字去查，搁学查，因为第一点我的电脑无法度拍白话字，就是我上班的用电脑，公司电脑无法度按金台云。我相信意思是安尼吼，这是我家己用吼，讲只有金台云就是用钱来消杀啦吼，就是伊讲迄个风俗食鸦片，跋筊是出在人嘛吼，只有金台云，意思就是你若有钱，就会使做嘛。好，第五页最后一段。白卡的负责人是牛，无白卡的讲是干。歹势，讲是干吼，我发音唔对去吼，讲是干。白卡的负责人是牛，无白卡的讲是干。干就是查某干吼，比如啦，牛呢，牛就是，咱即嘛叫小姐啦吼，就是牛。捌
科学的人真少，只有汉学的读册人讲是新事。哦，这就嘛人讲是1872年的代志哈。歹势1895年啦，1872年是19进前53年迄当阵哈。啊，即嘛讲的是1895年日本人领导进前哈。北卡迄当阵北卡真多吼，日本人就算日本人来了，北卡个真多。日本人敢若是统治到差不多20年后，1910年以后吼，才开始禁止查某囡仔北卡。哦，一开始是敢若宣导尔吼，尽量宣传，啊，希望民间靠家己的力量去宣传，讲卖北卡，卖有囡仔北卡。啊，卖留头章，就是后尾迄卖留迄个头章卖留吼。迄当阵是安尼用即个宣传的方式，希望透过民间宣传，家己来改变即个方式。一直到我拄仔讲，日本人领台差不多20年了，就是1910年以后，社会。就是日本人一方面，日本人统治已经较稳定啦，吼，有法度来管即代志啊。一方面是迄当阵人接受的迄个程度安尼较悬吼，虽然足奇怪吼，明明台湾人都毋是即个满洲人吼嘛，毋是满洲人吼，毋是东北的即个即个满人吼，却台湾人去。这就是最落在最关系啦吼，竟然原来佮继续想要留头章吼，日本人要甲台湾人剪头章，佮有人会反抗吼。即你若看即个，我迄当阵看对出电影，我记得是看李天禄讲李天禄故事去出电影，一时啊甲电影名袂记吼。内底有即段就是。日本可能是保证吼，还是刑事我袂记吼。你宣导讲要加头章、剪头章，啊，迄当阵就是阮发迄个戏院的票，就是互你去看戏，啊，你来看戏安尼，啊，看戏的时阵，大家做几排伫遐咧看戏，看到灯热的时阵吼。啊，就摕家刀，就甲你头章对后壁甲剪起，安尼，互你这个袂听的这种改变法哈。日本人原来为着要统治台湾吼，原来空芳诚多吼。OK， 讲北卡讲对遮来吼，我这段佫开始读起。北卡的负责人是牛，无北卡的讲是干。哦，迄当阵吼，我讲1910年进前吼，就是迄当阵台湾民间有设一个会，叫做天竺会款吼，就是因开始策动迄个运动吼，叫做长发放逐吼，长头甲头毛剪到长迄个长发放逐，就是放卡啦吼，长发放逐吼，叫做天竺会款，我无啥会记，会使去查看啦。OK， 伊讲迄当阵北科学的人真少，只有汉学的读册人讲是新事。讲是新事，同生最尊贵，同生最尊贵，同生就是外语汉语读叫做同生，同生。TONG 点，我先我来查一下台语多少遍。同生，同生汉语就是我拄才讲的吼，儿童的童，生活的生，解说是准备要考秀才的读册啦，叫做同生。伫咱这本书，我记得是第2页的时阵讲着讲，啥物叫做真秀才，要经过15遍的考试吼，15届
5解5解5解安尼，就是分3遍，分3段，5解5解3，安尼考啦吼。对于关系，就是你当然，譬如讲，阮伊讲这北部迄当就是伫新竹考啊，考了5段，考5解了后，再过去台南府试啊，府试过了，到台北佫甲你考5遍吼。考过，安尼过则叫做秀才，新秀才。啊，同省就是准备要考秀才读册啦。咱来看一下台语大词典的一寡例句吼。同省骹别踢，同省骹别踢手，意思是敢若同省的骹甲敢若别这里边的读，比翘这里啊，袂记这里边的读，手无适合劳动吼。同省骹别踢手，就是自然啊，袂做劳动的工课。同省骹别踢手，同省最尊贵，因是第一骄傲，唔信道理。当然，这是基督教的教会书嘛，哈，因讲这个同省最尊贵，哈，因是第一骄傲，唔信道理。其实台湾就受到这相反对支那过来这边这个儒教的文化哈影响就深哈，所以就我动心读这个儒家的这个儒教的这个知捌儒教的道理哈，认为家己都已经捌道理啊，无必要去听恁这个儒教人讲道理，所以无要信道理。其实这个基督教会因所讲的道理，其实就是信仰哈，基督教信仰的道理。儒教伫台湾是最头第一有势力，阁有释教，阁有释教势力较输。这句看无介了解伊意思，我搁读一遍。儒教伫台湾是最头第一有势力，阁有释教势力较输。有释教势力较输什么意思？应该是意思是基督教的势较输这个儒教对啦。翻起，伊这个印刷无好，这个声调符号无去，我毋知这个里边的读。我讲嘛，食菜的人较侪是为着做歹事。OK， 伊这句应该是安读吼，伊个声调符号应该是安尼读。凡去食菜的人，较侪是为着做歹事。害人就惊去受刑，惊去受刑，啊是死实做官，赶孤独就去食菜。这段我搁读一遍哈。凡去食菜的人，较侪是为着做歹事，害人就惊去受刑。这个应该是对吼，着惊，伊写着惊吼，害人着惊去受刑。啊是死实做死实，就是死甲失去啦吼。死实，啊是死实做官赶孤独就去食菜，就是你有死实，当然就是意思就是你有人死，还是你失去什么？失去什么嘛？哈，所以你就
变做管管孤独吼，去食菜。有人人互丈夫离揣心去食菜哦，食菜拢是最头前讲最歹事啦，还是死死了后最管管孤独的吼，还是讲离缘了后妇人人揣心吼，揣心即嘛迄个漳州腔讲揣心的款吼，大概主流腔已经拢讲揣心吼，去食菜，总是食菜的人少，是100分的1分若定，就是1/100啦吼，100分的1分，就是迄当阵食菜人伫咧台湾社会，则是占超1/100吼。即马基督教伫台湾比例差不多是，我毋知是3%、5%，加加是5%啦吼，就是5/5分啦吼。OK， 因为时间阁剩8分钟，我继续读落哈。道教一段开始就是讲道教哈，百姓受医的未识第一亲 ，OK， 读书人动心吼，受儒教，信儒教吼，一般百姓信道教吼，受这个道教未识第一亲，生死丧喜，生死丧喜，夜神医病啊，还是夜神医病？夜神是什么意思啊？夜神医病，我来查一下夜神。GIA 第5声，SIN 第5声。无这个词，唔知这个词什么意思？夜神医病，官鬼拢是道士，所以这夜神是不是就是夜神？对，自头开始一段，自头开始道教百姓受医的未识第一亲，生死丧喜夜神医病，官鬼拢是道士，佮动机讲是替神明讲话，伊的形状真惊人，头毛拍线。烫北体，下白裙，所讲的话无明，行路8字骹，跳跳，手夹，家己破伊的头壳，加只红血直流，目睭。眼回流，愈做愈丰神，目睭眼，歹势哈，眼，我来查一下眼什么意思 ？GIAN 第5声 ，GIAN 第5声，眼，但你大书店用汉字是。凝字哈，凝视迄个凝汉字哈，华语叫凝视迄个凝，用2字哈。目睭圆，但大书店是讲目睭圆，就是目睭皮无力，目睭掉，叫做目睭圆。OK， 我来查一下
日本原文目睭言。我这风就头。我特别若现这个日本文版的吼，我就恶测，我都唔知去伫倒，收伫倒位啊？小对头开始讲研究轻研光研。原来是因为伊即只汉字的写法含，拄则我看迄中文版汉字写法无共吼。研日文版的写法是闭逆，迄个逆吼，华语闭叫做闭逆，迄个逆就是目字平，加一个儿童的字的迄个写手边，儿童倒手边目睭迄个目字，目睭就是拄则讲目睭皮无力吼，目睭掉。当机吼，你看当机目睭掉吼，伊即个另外一个较，即个算较文雅的讲法吼，目睭研。大家都会扫袂记。行路8字骹就是踏7000步啦吼，其实应该是毋是啥物叫8字骹8卦的款，8字骹。我所知影是踏迄个7000啊吼，北斗7000步啦吼，跳吼，手举剑，家己破伊的头额，加只红血直流，目睭研，血流愈多愈丰盛吼，如体面讲神有圣。有圣，即个圣吼，就是圣里来查一个，较早捌查过袂记啊。圣就是有灵有圣迄个圣吼，圣解说叫做灵验吼，语言精准吼，叫做圣。比如讲例句圣风也真圣，还是第二句讲伊喙真圣，见讲见着吼。还是有一个叫做圣有影，这毋捌听过，圣有影。OK， 拄则读到遮，讲愈丰盛愈体面吼，讲是有圣吼，血流愈多愈有圣，也有用铁机一长。铁机一长，更透过喙皮，也坐铁顶椅，倒铁顶面床，互人光得行，光得牙吼，光得牙，光就是牙，光得牙吼，用火炭烧规堆。则走对火价，过好嫁火啦，阮的腔叫做过好啦，嫁火吼，互伊烧死也捌，家己用剑杀死也捌，安尼讲是。无诚心则话，就是讲过火去烧死的啦，去互剑杀死的吼，讲是无诚心啊，所以才会死吼。真侪人破病，请伊来跳动派药，真侪人破病，请伊来跳动派药。害人不孝，所以明代以来，政府有禁。
这领导以来是自日本副领导以来啦，开始禁这个动机吼，唔准伊安尼做，唔准伊安尼做，唔准伊派药啦吼。佮有红姨讲话，带阴间的神魂来甲伊的亲人讲话吼，关录音啦吼。百姓真信伊，这害人不孝，政府也禁伊，若知就掠伊。对日本领台以来，人民有开化，就无讲是入教的通番。我个读一遍哦，我看不解伊的意思，看不解有对日本领台以来，人民有开化，就无讲是入教的通番。意思讲，都袂去讲入教的是咧通番啦，吼，通番就是通番啊啦。人民反转滚瓦拜堂，就要入教。在基督教的人是好人，政府也信用。这讲起这含，迄当阵敢若是，就是不是巴克的牧师啊，吼，伫台南迄遐，受到地方吼头人拜托吼，请巴克的牧师去含日本人交涉啦吼，讲啊，恁入城吼，卖杀人吼，卖乱吼。阮即只就甲咱剩一寡百姓做生意的尔，已经无兵伫内底要含你相拍。所以当阵后来日本人对即个巴克罗斯真信用。好，今日读到这。来，我开房间。要开房间。End room. Okay. Stop share. End.